有业者拍算要伫屏东的房山区搞造的风力的发电机哦，今仔是开第3摆的说明会，在地自救会是抗议讲，伊嘛批评业者无经过地方的同意就先动工咯。业者是强调讲会继续甲地方来沟通，提供租金甲补助。保护家园，拒绝风电。拿着牌仔哪画口号哪行，准备要前往地方说明会，结果要到的时阵，未经许可举行集会，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第20条规定，第一次举牌警告。警方提出违法的牌仔，希望要抗议的民众会当离开。不过自救会人员表示，居民有参与地方说明会权利，和现场的警察对上。枫林村村长表示，反风力发电自救会会长伫顶礼拜4，佮接到不明人士敲的电话，互因心内感觉不安。自救会会长讲，参与的有一半以上根本不是当地居民。我们的农作物一定会受损，百姓的生活一定会跌下来的。还有一点，破坏大自然。这个大自然才是我们最重要的。母刚会长礼拜4晚上有接到陌生人跟他讲了一些话，让他心里不安。无受抗议影响，地方说明会准时进行。风力业者表示，顶摆讨论要甲西雅国中迄座提掉，因尊重地方的意见，扣掉一座目前规划搞造的风力发电机。不过伫同时间，西雅国中对面的旧庄段，煞已经铺平，准备要起风力发电机的基座。业者强调，这边只是单纯做测试、收集资料尔。那个是跟工研院合作的一个风资源调查的计划，所以那是在研究说那边的测量仪器。乡公所嘛，好像都不知情，就是你们要做这样的。这个部分其实是那个县政府管理的，那我们有请示过县政府这边的长官，那我们的主管机关能源署的部分我们也有去请教，那这个部分都有做过相关的沟通。自救会成员表示，连进行测试的同事拢无和乡公所参详，就直接动工。业者实在无讲道理。面对在地农民的质疑，业者表示，唔但会提出电钱的补助，嘛会用较悬的租金租地，创造工作机会，嘛阁会继续和居民沟通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